我的心啊，你啥事郁卒，啥事伫我内面着急，你着仰望上帝，因为伊的面向我来拯救，所以我犹豫要学罗伊。三甲来吟圣诗，圣诗234首，圣诗第234首，我心实在懊恼。请起立吟全首。请大家悠闲徛伫，做伙共读使徒圣经，告别咱的信仰。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小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死人中国活，上天打坐全能爸上帝的大名，伊要伫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神，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请坐。启应文。三甲来启应文第56篇，上时也是约翰福音第1章，伫圣诗后面1101页。启应文第56篇，创世以前就都甲上帝同在。伊伫创世以前就甲上帝同在。一切受造的，逐项拢是通过道来创造。这个光伫黑暗中得照。伊伫世间通过伊来创造，毋过世间人毋捌伊。遐个接纳伊个，就是信伊个人。
因毋是对血统，毋是对肉欲。都真侪人踮伫咱中间，阮有看见伊的荣耀。伊对伊满满的恩典，律法通过摩西颁布，无人捌看见上帝。这是咱同心来祈祷。慈悲疼痛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经过一礼拜平安，来到圣殿敬拜阿罗你。过去的时间，世事有法的过错，阮诚心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求你赦免阮的过失，撤销阮的过犯，出外的保守因脚步的平安，身体欠安的兄弟姊妹，求你亲自来医治因，有拄着死实的安慰因的心灵。当阮拄着试炼当中，互阮会当搁一次的思考，看见主耶稣的款式，伫仰望中着喜乐，伫患难中着吞忍，因为你的话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求圣神引带阮前面的脚步，求你照着本牧师今日所传讲的信息，讲明你的真理，互听甲讲的平平拢得到利益。这时，请兄弟咱同心开喙，用主教导咱的主祷文，做咱同心的祈祷。阮伫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地狱，就叫阮脱离咧歹的。因为国、繁荣、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来听上帝的话，圣经记载伫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节，马可福音第10章46到52节，和本圣经第63页，台语和日本第53页，现着我来读。46节，因到耶利哥，耶稣甲伊的学生甲大群人出耶利哥的时。有底麦的囝巴底麦，就是青面做乞食的，坐伫路边，已经听见是拿撒勒人耶稣，就嗷叫讲，代表咧互耶稣可怜我。侪人责备伊，甲伊竞争。若是伊越发大声嗷叫讲，代表咧互耶可怜我。耶稣听他讲，叫伊来，就叫青面人甲伊讲：按你的心起来，你叫你啊！伊就放下伊的衫，跳起来，去就近耶稣。耶稣因伊讲：爱我甲你做甚物？青面人甲伊讲：拉波尼，我爱得到看见。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有救你啊！伊连边得到看见，就伫路里对耶稣。以上愿上帝说听伊话过去行的人，赞美。这是请圣乐队赞美的诗歌是：愿我会哪听你，我主基督。
正道，今日彭兰亭牧师要为咱正道题目是用心看见主，用心看见主。弟兄姊妹平安。真感谢主，互我搁一遍会当代表着台湾教会公报社，伫即个文字事工奉献主日来到堂教会，甲咱的兄弟姊妹敬拜咱的上帝。相信伫这一礼拜中间，咱有看见着台湾，也是讲日本，也是逐所在，拢有发生真多即个天然的一个灾害。总是咱望透过着这个天然灾害。咱搁一遍要想起着讲，主到底是要甲咱讲什么款的话？请咱做伙来祈祷。是阮的主万权能上帝，阮献上阮的感谢。你互阮喘气，你互阮思考，你互阮拄着欢喜，你互阮拄着灾祸。总是阮知，这若毋是出自你的恩典。阮就毋知要安怎来继续伫即个世间，通好好啊过日子。主恳求你，互阮真做是有信仰良心的基督徒，互阮伫面对每一项代志的时阵，拢大致想起着，若是你会安怎做？那即个时阵也恳求，互阮搁一遍。借着圣经顶面的道理教示，帮助阮深深来体会，也来活出着阮芳芳的生命，真做活者。愿主你找圣灵教阮三角地地，安尼祈祷，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免。今仔日我要用这段圣经节来讲起，着讲咱要安怎用心看见主。因为咱若用心看见主的时阵，咱开一个美丽的一个新的世界，咱会看见着讲咱的世界真正是无共款。然后，咱先想一个问题：是安怎要有耶稣基督到伫人类的历史中间？敢是因为主的一个疼，所以呢，要互耶稣基督道成肉体。为着要宣扬这款上主的一个国度，伊要拯救世间的人脱离迄款黑暗甲罪恶，所以呢，咱看见着耶稣基督，伊做伫上到尾，伊一定爱有一场的战争。这场的战争是啥？这场的战争就是伊必须要行到耶路撒冷城，面临着邪恶势力挑战。所以呢，咱来看圣经，伫即个耶稣基督，伊要进到耶路撒冷城进前。有一段的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伫马太、马可甲路加三个福音书内面，拢共一个所在出现。这个故事就是咱今日所看，讲耶稣基督伊来医治盲人。那安尼，咱会当更进一步来去想一个问题：是毋是耶稣医治盲人，互这个盲人呢，对黑暗中来脱离，看见着光明？要真做是一个真要紧拯救的一个记号，所以黑暗中见到光明是一个拯救，总是这款的一个拯救，嘛是一个创造的记号。如果咱来看创世纪对第一章第1节到第5节，就当看见到伫世界一开始的时阵是安尼真黑暗，伫迄个黑暗中，总是呢，上帝讲了一句话，上帝讲要有光，就有光，所以呢，上帝讲的话有准绳。而且呢，这个光代表啥？这个光代表是好，这个光代表着讲是一个黑暗中见了光明，这真做是上主的一个公义。所以伫遮咱会当想一个问题：咱每一遍看到圣经内面拢有一个故事大家真爱去该注意，就是讲有一个10个这个判决，10个在色女10个判决。这10个判决内底。当然有5个是长命有知识的，5个是较愚妄的。愚妄的人无准备，有知识的人有准备。不过咱感觉去想过一个问题，真奇怪呢。是安怎犹太人结婚的日时结婚就好啊？那会在暗时
是毋是安尼偷偷要啊？然后再爱人准备迄个油灯，准备油料，咱捌想过即个问题无？当时犹太人因咧计算每一工是安怎计算？因咧计算每一工是对日头落山了的时阵，是一工的一个开始。是安怎要为即个日头落山了，才是一工的一个开始？咱若看见着创世纪的时阵，就会当想更较清楚。因为世间一开始是黑暗，所以呢，因每一工的一个计算，就讲伫黑暗中，到底有光明。这黑暗到伫光明，所以日头落山是正做一工的一个开始。今仔日我嘛要用这段圣经节，搁一遍，互咱来想起着讲，咱要安怎透过着文字，因为文字就亲像耶稣基督咧医治盲人共款。伫这进前先互大家看吼。我头拄有讲见，讲即个光，其实就是一款创造甲一个拯救的一个记号。所以只要我做一个植入性行销吼。目前教会公报社有咧卖一款的一个光的十字架。即个光的十字架，伊一个意义是啥？即个光的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讲，要安怎将十字架即款拯救透过呢？伊若讲会当发光，就互人了解着讲原来咧，即个是一个拯救甲创造的记号是结合做一伙。即个十字架伊是安怎发光？就是伊是一个光粒子。如果咱来伫个日头甲照，也是讲摕即个电火甲照的时阵伊光就会发出来。用即款来做一个帮助人去传扬福音的一个工具今仔日即个文字事工，我要讲就讲，亲像耶稣基督医治盲人共款，互咱每一个人来脱离迄款心灵上盲人的一个处境。那咧，咱转来看今仔日的经文是安怎咧，甲咱帮助咱去了解一寡代志。今仔经文一开始是讲有一个盲人当然以前拢写青面人，但咱一个用语嘛要随即个时代一个改变慢慢来做一个调整。即个盲人呢，伊叫啥物名？圣经顶面写讲盲人伊是底麦的囝巴底麦，安尼敢讲伊的名叫巴底麦？毋是，伊的名是咧甲伊讲迄个人迄个人就是底麦的囝啦。巴底麦的意思，即个巴呢，即个巴底麦，就讲巴原文就是囝的意思。亲像咱若咧看旧约，看见着亚伯拉罕，即个亚伯拉罕，即个亚伯就讲什么的老爸，所以亚伯拉罕就是罪国的老爸。若是安尼，即个巴底麦，即个巴底麦，就讲底麦的囝叫做巴底麦。圣经的作者先伫遮要讲迄个人迄个人是巴底麦，迄个就是底麦的囝。我用一个例，互大家更较清楚。我细汉的时阵，伫即个中华教会咧咧出入的时阵，我定感觉讲我的名足好听的，我的名叫做方兰亭方兰亭。阮老爸足好这名的。足奇怪，即个伫教会遐长辈若看到我来的时阵可能是要甲我记滴，拢袂叫我的名。看到我因为阮老爸名叫做方春生，就安那叫你啥？春生囝来，春生囝来。我听着就讲，我奇怪，我都有名，安那要甲我叫春生囝，都有一款无受尊重的一个感觉。咱倒转来圣经来看，讲迄个什么人，巴底麦啦，迄个底麦囝，巴底麦。所以咱来看见圣经的即个作者，伊安尼咧描写的时阵，互咱体会着讲，即个盲人伊拄着三个问题，倒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伊无法度看见，伫迄个黑暗中。咱甲想看卖伫黑暗中的时阵，代表着啥物？因咱毋知影讲，佮再来要安怎做。第二个部分，伫遮伊被记载讲是一个无生能力，是伫路边咧共讨食的人。第三个部分，互咱看见讲，即个人实在是伊无尊严。若是安尼，咱来看见着讲，即个圣经的作者，伊来象征即款被人轻视无名的人就是要表明讲。咱每一个人拢是上帝的囝，无应该伫即个生命上拄着遐尼恶担当的代志。不过今仔日，咱看巴底麦，伊的人生要有一个真大一个转变。人生的转变伫什么所在？人生的转变，毋是讲伊着六合彩大家乐。人生的转变是讲，当伊拄着耶稣基督的时阵，伊人生就要有一个真大一个转变。所以呢，伫遮咱看圣经，伊的描写讲，伊听见讲有一个人叫做是拿撒勒人耶稣，咱甲想看卖咧，
当伊无法度看见，伫遐咧听讲哇，即个人是拿撒勒人耶稣的时阵，不过对伊喙中所画出来是啥？伊敢讲拿撒勒人耶稣？毋是呢，伊所画出来是讲代笔的呼耶稣，你救我！无看见，遐侪人拢讲拿撒勒人耶稣的时阵，总是呢，即个无看见的人，伊所会当画出着讲拿撒勒人耶稣。什么是拿撒勒人耶稣呢？参代笔的呼的耶稣会无共款。福音书的作者，伊就用一个真强烈的一个对比来写这个短短的经文。因为犹太人无认为讲拿撒勒会出什么大人物因真质疑就算讲这个耶稣基督已经行真侪神迹医治真侪人，总是因无相信伊。但是今仔日是一个目睭无看见的人，伊所会当来画出着讲弥赛亚的一个称呼。咱来问一个问题，而且看到这的时阵，讲到底什么人是盲人，什么人无看见？最近真侪青少年用这个网络的用语拢会讲装睡的人叫不醒，那安尼咱讲不愿承认的人就看不见。不过巴底麦伊甲耶稣基督伊相拄，伊来开启着伊美丽的一个新的世界。咱继续来看这个圣经伊安怎写。圣经写到第48节的时阵，又去讲着，当伊伫遐大声咧喊耶稣基督的时阵，侪人伫遐咧责备伊，叫伊莫出声。这嘛，互咱搁一边来想，真奇怪。如果今仔日堂教会楼骹若有几位迷信的兄弟姊妹，伊听见就讲哇，原来有一个耶稣真好，伊煞伫遐嘛真话讲哇，耶稣真好。当你听到这个时阵，你是甲伊禁止，或者是讲来是毋是要甲阮做伙来享受这个遐尼好的一个耶稣基督？这个会当互咱想起。伫马可福音书第10章，作者其实伊用真侪故事咧做一个排比咱会当先看见伫这段圣经在头前第10章的35节开始，有咧写着一个短短一个记述。这个记述是讲耶稣基督有两个学生，这两个学生是兄弟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是西庇太的囝。因两个人呢做啥物代志？因两个人就甲老师的手牵咧，牵去边讲老师借参详一下，我咧甲恁讲两句话咧，甲老师讲啥物话？讲阮知，如果你若进到耶路撒冷城，迄是你的荣耀的日子到，是毋是会当互阮甲你做伙互阮两个兄弟一个坐你的正边，一个坐你的倒边。这个坐正边参坐倒边，到底是啥物意思？咱来看如果咱来用现代国家的一个术语来看的时阵这两个人，一个是台湾的立法院长，一个是行政院长。这两个人权力有大无？非常大的一个权力。这个好像就讲坐倒边，参坐正边。耶稣基督学生伊就真望讲到耶路撒冷城的时阵，是毋是互阮两个一个做行政院长，一个做立法院长？不过呢，咱看见着耶稣基督，伊咧教是学生的时阵。这嘛真正是马可福音书一个真重要一个核心的一个精神，就是讲你做大爱为人洗脚，爱有迄款服侍精神，才是做大的。所以咱伫遮会当看见着讲是安怎有侪人无愿意有代志来搅扰着耶稣耽误因的行程，因为往往一个有家己私心的人伊的眼光是非常短而且被真侪代志甲伊砍掉咧。但是，只互咱看见着耶稣，伊徛掉，然后咧讲叫伊过来。耶稣无愿意讲有任何一只羊仔者来无牧者失去牧者。所以到第10章50节，当有人耶稣基督咧叫即个盲人过来的时阵，咱来看即个盲人伊做一个动作。伊做啥物动作咧？伊将迄个外衫甲撇掉。头拄咱有看见即个盲人咧。是无生能力，是咧共讨食的，所以迄领外衫的确是伊的全部，伊全部的财产。但是今仔日伊拄着耶稣基督的时阵，伊将即个全部财产，互伊有安全感的一个物件咧，甲伊放伫边啊。这就真趣味，互咱想起着讲，伫马可福音书内面，犹原有一个故事耶稣基督咧甲学生讲
凡若承接上帝国，无亲像细囝，决断袂当入去。这是啥物意思呢？咱看吼，这囡仔，这是我的姐姐，一个是我的表姐吼，因细汉的时阵，咱人吼，囡仔的时阵拢非常可爱，总是呢大汉的时阵就安那，就非常可恶啦吼。我即摆要出门的时阵，拢会邀请我两个囡仔，讲爸爸要倒伊吼，你要缀我来无？若细汉的时阵，你毋免家伊招，要出门的时阵，就甲你扭条条，是安怎？因为你若出去吼。伊就失去了全世界，即摆无共款啦。你若爸爸出门的时阵吼，伊就得到了全世界。就是即款的一个概念，互咱想起就讲，做囡仔的时阵，伊的安全感伫什么所在？伊的安全感，伊知影讲迄个爸爸，就是伊的一切。但是伊若愈来愈侪物件是愈来愈丰富，爸爸哪咧爸爸咧？互咱看见着讲吼，伫即个马可福音书第10章，有完一个故事。一个人生的胜利组，好牙少年的官，当耶稣基督咧甲邀请讲，足简单，你将你的所有卖咧，你来对我，遐个拢互送养的人，你会当得到永生的道路。即个人有对无？有简单无？总是伊做袂到。这嘛，互咱想起一个问题，讲咱伫教会内面有当时咱拢会感觉期待。讲是毋是咱来发展什么事工做什么代志做足好。不过有当时可能来牧师中一问咱一句话讲无你要做伙来无？这就可能无意无意，咱就离开去啊。往往咱拢咧讲欣赏教会有啥物款的事工，有啥物款的进展，总是毋通敢若停留伫欣赏，是爱进一步，咱是爱家己做改变。有改变人生的一个优先的一个顺序做调整的时阵，咱才有都看见到无共款的一个新的一个世界。所以今仔日，互咱看见到讲巴底买伊即个动作，耶稣基督对伊讲一句话，讲你的信救了你，信救了你。那安尼咱来看，什么是信？伫20世纪有一个真出名、真伟大的特殊教育学家，伊叫做海伦凯勒。海伦凯勒本身目睭无法度看见。耳孔无法度听，喙嘛无法度讲，伊是一个真多重障碍者。不过伊捌讲过一句话，伊讲啥呢？伊讲信心是命运的一个主宰。海伦凯勒伫波士顿的这个伯金斯学校得到真好一个教育。咱捌想过讲，咱嘛望，互遐个心灵的盲人，要透过着桃园教会，是不是有可能桃教会就是一间伯金斯学校？互遐个心灵上的盲人会当透过着咱做一个真好的一个改变。海伦凯勒伊咧讲信心就是命运的一个主宰。这张图呢是伫即个伯金斯学校因伫即个寒天的时阵要安怎互遮个盲人朋友会当做运动，所以呢因就牵一条绳伫个绳顶面绑一个会当叮当的互遮个盲人朋友因会当进前真安尼做你放心去招标然后牵掉咧检查讲你伫黑暗中你无看见你嘛袂讲去跋倒去这就是对因一款真好一个帮助真感谢主，互咱看见着这段圣经节的时阵，咱知影讲黑暗中的确有拯救。伫黑暗中的拯救，就是亲像伫每一个世代。常常有迄款受到圣神感动的人，伊愿意甲主相同工。亲像这位，这是巴克的牧师，伊伫1885年来开创着迄个时阵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就是今仔日的台湾教会公报。透过着即款的文字，透过办报纸，互侪人会当开始家己读圣经，受圣神的感动，会当明白上帝的旨意。这表示互咱看见讲，文字的事工就是帮助每一个人来脱离款心灵上的一个盲人。所以伫遮我要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从今仔日先要代表着台湾教会公报社来讲这个文字事工的重要性，因为文字的确是帮助每一个读者来确信因所信的是真理，互这个真理会当影响着性命。这个教会公报伊对外甲对内拢有真要紧的一个贡献。特别如果咱看今仔日我所带来这个请安函，伫咱周报内面除了一部分是真望咱用信用卡的方式对教会公报社支持以外，
另外一面是有咧记载着目前伫教会公报社，除了即个教会公报，其实是咱每一礼拜拢会看到即个更新周刊以外，阮有做即个免费的福音的一个刊物。即个刊物呢是真希望讲每一个会友拢会当免费来摕到。总是每一年，阮拢需要有3600万伫即个免费的刊物顶面。请咱继续来关心支持。另外伫遮我嘛来介绍一位宣教师这是甘伟林牧师。这个甘伟林牧师伊真做是咱台湾一个特殊教育之父。因为伊伫迄个时阵，就看见讲台湾有真侪盲人。迄个时阵的台湾的盲人的一个处境，就甲咱这圣经顶面写就一模一样。伊真关心这个盲人，所以呢，伊就来办一间学校。嘛透过着咱看，讲即个是用点字的方式帮助迄个时阵的盲人。因虽然无法度看，但是因咧摸咧迄个感觉，伊会当用心的来看见着这文字，嘛用心看见着主。所以今仔日咱透过着这段圣经节，请咱搁一遍，咱来想起着讲要安怎用心甲主交陪。当咱用心甲主交陪的时阵，的确咱的一个世界要完全无共款。咱会看到美丽的一个新的世界，嘛亲像今仔日这段圣经在上头尾是讲这个盲人呢，伊伫路伊伫两边伫看见，然后伫路里跟对耶稣。咱每一个时阵拢要互耶稣甲咱感动，迄就是互咱看见了咧，咱要对耶稣基督来行来做。伫尾仔的时阵，我嘛甲大家做一个报告伫台湾教会公报社这1-2年中间，真希望讲透过着门市的改建，互人心灵上得到更较大的一个安慰平安所以这当看见伫台南真欢迎咱汤教会，咱若有野外礼拜咱若要灵修咱有当到这个台南来旅游。伫阮的门口，阮有做一个册一个骨牌伫迄个所在。这是将原本一个台电的变电箱真歹甲伊用第一代印刷机甲伊包装起来。欢迎咱大家来做这个印刷的体验这是伫国际册店，我嘛有安排这款印刷的体验，帮咱真侪微信的兄弟姊妹会当了解到这个宣教的历史。这是一楼的所在阮有做真侪文化创意的一个商品希望透过这个商品这商品唔单单是商品，是讲咱咧送人礼物的时阵，是要安怎互伊有迄款信用的一个记号。伫2楼我嘛做一个这个叫做亲子阅读区这是铁牛即摆做侪少年囡仔毋捌看铁牛所以摆伫遐全变做是小朋友的秘密基地伫公报社2楼有一个真大地岛这是一个十字架的形状。这个十字架形状上主要目的就是讲，咱每一个人，无论你看过较侪册，你将这个册甲伊合起来，你若无去看到这个十字架，你看过较侪册，其实拢是无意义的。这是另外一个角度另外这有一个沙发区坐伫遐你会当咧坐规工拢伫遐看下看甲咧，感觉真快乐所以有一边有一个同工就甲我讲，社长咱甲安尼无好，讲是安尼甲安尼无好。讲你毋知影，这即摆坐甲安尼舒服足侪人咱开门了后就入来，开始坐伫遐，吹冷气看书，看足欢喜的。当咱关门的时阵册搁甲摕倒转去，一本册都无甲咱买，讲安尼无好。我讲感谢主，你甲想看觅咧，如果若有一个人愿意开一工的时间坐伫遐看册，伊生命得到一个改变。安尼较要紧，也是咱卖一本册最较要紧。爱听听讲，真有道理。因为公报社的确毋是用趁钱做目的，公报社是要透过着这些文字，帮助每一个人来接近主耶稣基督。请咱继续来支持这个公报社一个文字施工。嘛，搁一遍代表公报社感谢咱汤教会过去长期以来对阮的关心支持，对阮的带导，对阮的奉献。伫咱祈祷了后，我有一段影片，差不多有5分钟，要帮助咱更较了解到目前台湾教会公报社所咧做这事工，请咱做伙来祈祷。主献上阮的感谢，感谢你伫汤圆热烈的所在，
有一间奉你的名所设立的桃园教会，恳求你，互即间教会亲像是金的灯台，做一个人看见，心就流软；做一个人看见，就大跳跳、大欢喜，因为遮有主的阳光咧显现。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桃园教会，互即个所在的确真做是做伙欢喜、做伙分享、做伙领受上好的所在。主也恳求你继续引带带领教会广播社，互教会广播社所做的文字事工，真做每一个兄弟姊妹个人灵修体会，或者是传扬福音上好的工具，献上阮的感谢甲恳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真感谢上帝吼，互广播社当出这2本儿童的8节的这个金句，互囡仔会当自细汉开始通过这个上帝的话，无论通过念的、通过背有上帝的话刻掉伫因的心，伫咧因的成长的这个过程的中间，常常拢有上帝的话，成做因的陪伴，成做因的祝福。我感觉这是一件对囡仔的生命真水的一件代志。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时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若赦免辜负阮的人。通过咱看到这吼，这个主的基督文的白话字，我嘛感觉讲对咱的囡仔吼有真大的帮助吼。特别咱长老教会真重视这个母语的教学通过这个白话字，互囡仔自细汉就渐渐会当熟悉伊家己的语言通过这个白话字来学习台语互因无论伫讲话、伫读圣经、伫唱诗歌，拢会当用台语来成做因一个帮助。你们不要借打扮来装饰自己，不要讲究怎样卷头发，戴什么金饰，穿什么衣服。公报社它出版了一本叫做《充满我的圣经抄写本》，你要填写之前用祷告做开始，然后抄写的过程里面专心的读圣经，然后抄写完之后用祷告来做结束。透过这个样子，一天至少有半个小时的查经的灵修的生活。那其实对我们的弟兄姐妹来讲，他们是觉得感谢公报社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圣经抄写本来成为他们的帮助。133年来，经过朝代的改变、时间的改变，这个文字的事工要怎面对现代社会，这嘛是需要广播社在思考的一个议题。所以广播社需要更较侪人，咱来关心、来支持，互广播社继续来做光做盐，阳光上帝第一人。广播社门市走向一个改变，上大就是望会当更较侪遮个迷信的兄弟姊妹，遮个迷信者，咱社会大众，拢会当行入来到一个充满着福音文化的一个所在。所以目前广播社的台南门市的地下室，伊除了是一个礼拜
的所在啊，阮提供互阮家己的员工的礼拜，或者是讲办小型的座谈会。啊，除了这以外，伫地下室啊嘛，真侪时阵，阮来做画展、做摄影展的一个展示。啊，到伫1楼的所在啊，大家会当去看见，这是用一个小型博物馆的一个概念。阮将台湾第一台印刷机的一个复刻版来刻伫1楼啊，而且有做真侪这个白话字教学，互人做认捌。咱若到伫2楼的所在时阵，会当看见着讲，阮有一个亲子区。这个亲子区就是真望讲，爸爸妈妈你会当带你的细囝来伫迄个所在，安尼真安静来享受，甲囡仔是大人啊互相陪伴的一个时间。公布社伫设立到即马100多年来，因上大的目的，就是透过文字，将耶稣基督福音传到全台湾每一个角落。啊，所以公布社，你要靠卖册来趁钱，实在真困难，一定爱逐间教会愿意帮忙啊奉献来支持公布社这个事工，互文字继续伫台湾逐间教会、逐个所在来推行。真感谢主，也感谢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对台湾教会广播社的关心，你对阮的支持啊，对阮带导。总是呢，台湾教会广播社犹原爱坚持即种无人要做的代志，因为阮知需要有人继续伫即条路顶面来坚持，是为着要互即个福音更加会当广传出去。所以呢，当阮伫即个所在，若咧坚持做更较好的一个福音刊物的时阵，也恳求咱兄弟姊妹继续为着阮来支持，为着阮来带导，为着阮来奉献。咱做伙伫上帝国的即条道路顶面，咱互相来提携。多谢大家。接下来吟圣诗，圣诗第184首。上帝疼痛，哪会遐大？请起立吟全首。
姐请坐，奉献，这是咱的奉献，请吴文仁执事甲刘泰山执事来书献。谢师你也头一遍来到教会，唔知奉献的意义的，请你免奉献。请起立吟奉献的诗。报告的大声，咱先来读今日的金句，我读一遍，请兄姐来读两遍。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神有救你啊！”伊连边得到看见，就地努力对耶稣。马可福音10章第52节，请。伊连边。耶稣甲伊讲：“去啊，你的信心有救你啊！”伊连边就地努力对耶稣。马可福音10章52节，请掀开周报第一页。本周的侍奉人员，甲后周的侍奉人员，请咱来注意来家己来看。第二页。周间的聚会以及教育部的课程、主日学的聚会，请咱家己来看。第三页是教会小组的聚会，是每礼拜三8点的时间，请咱就近的小组来参加聚会。第四页有关奉献的部分，请咱家己看，设施有订台，向办公室也是中职来更正。掀开周报第5页，消息报告。本主日头前，今日是文字事工的奉献主日，欢迎彭兰亭牧师将来本会请安分享，请
请兄姐为这事工代祷甲奉献。第二点，下午1点30分要伫701会议室召开9月份的定期顶级会，请中职出席参会。会后要进行中职的候选人的开票甲小会，请小会员出席参会。第三点，请将中职的有选票投伫咱4楼电梯边仔的这投票箱，时间是到今日中昼12点截止。补充第4点，得胜者团契将等下伫11点半要伫702教室要加以选这个召集人，请得胜者同工出席。佮补充第1点，就是本月份的庆生会是改伫第4礼拜，所以第4礼拜请兄姐也是9月份的受请请出席。下主日第1点是圣经学院的奉献主日，请兄姐为这事工代祷奉献。第2点，下主日的12点要伫701会议室召开传道部会甲圣诞节的第2次的筹备会，请部员出席参会。教会消息：第1点，教育部奖学金的审查委员会公告，自今日开始接受100块6学年度第2学期的奖助学金的申请，时间是到9月30中昼12点截止。有关的内容也是准备的资料，咱会看咱的公布栏，也是向咱的各班的老师、主任、团契辅导来申请。第2点，弱化班张宇文老师伫4楼，咱外口遐接来，倒啊遐有一个展示有几位这个弱化的作品，欢迎大家能去甲欣赏。第3点，社区在地教室的招生的消息，有2项，第1项是这个英语班，伫9月21开始，每礼拜5暗时7点到8点半，伫705的教室。第2个是社区的这个弱化班，已经伫9月初4开始每礼拜2暗时7点到9点半伫705教室。具体消息，本会替秀荣兄弟，就是叔子的爸爸孟子文调，已经伫昨昏9月初8完成个别礼拜，丧假要伫遮内底哀谢。好，请坐。教外消息，本会李庆忠长老要伫9月初10前往阿卡小组开会。另外伫9月11到13，甲杨卓华执事参与总会事工委员会干部的领袖，请代祷。第2点，台湾广播社要举办这个健全的宗教团体财务的制度讲习，时间是9月28、29伫圣经学院要报名，请办公室来登记。第3点，新德中会的中职联谊会，时间是9月29下晡2点到4点半，伫南坎教会邀请咱中职同工用咧出席的伫后咱4楼公布栏遐来登记。第4点，2018新德中会举办这中央敬老感恩礼拜纪念庆祝大会的活动，时间是伫10月18拜四10点，伫德南的这个龙凤渔港，费用是每人400块。有意向用咧蔡素玲姊妹，也是杨卓华执事，时间是到9月30截止。其他消息，合作社要伫今日中昼12点，伫701会议室召开合作社的理监事会，请理监事出席参会。这是请牧师来补充报告甲介绍。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上帝安排，通过总会所安排的这个文艺事工奉献主日，彭南亭牧师代表台湾广播社来到咱的本会，直接做请安报告以及分享上帝的话。只是咱搁一家用普声来感谢甲欢迎。
相信咱手头拢有一张即个请安函，顶悬有奉献的即个方式，望咱继续通过咱的代祷、甘心以及奉献来支持咱教会即个文理事工传福音的一个平台。去到台南，我相信台南想着就是小吃甲古迹啦吼。我想有闲，毋是刚好食小吃，毋是刚好去逛古迹，你会当去即个公报社去遐来踅踅。要古迹吼，台南新学院嘛是古迹啦，吼，你嘛当你去来看看安尼。好，一只嘛要来介绍，第一个来到咱中间，甲咱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这位是黄玉燕、黄玉燕姐妹，黄玉燕姊妹一只。好，欢迎你。等下老婆甲咱做伙食爱餐，甲咱食爱餐。好，请坐。好，自过去即个拜六嘛完成铁秀红兄弟的即个告别礼仪。告别礼拜，顶才是丧事礼仪。今仔日秀红兄的夫人刘月英姊妹嘛有来到咱的中间啦，来到咱的中间。咱等下若是方便，嘛毋望咱的亲族会当留步，甲阮做伙来食爱餐，可以一起留步。一同享用爱餐这样子。好，以上一只来做补充的报告。上明圣诗第397首，愿主赐福保护你。上明说话，请牧师祝祷。请起立。三个人领袖，当你已经听见着圣经顶面的教示，就通安尼来行，安尼来做。我也要奉主耶稣基督名，好当安尼讲，当恁通平平安安出去，我将恁交伫疼人主耶稣基督的怀抱。愿创造主的恩典。耶稣基督慈悲怜悯，就照着圣神的相通，甲恁大家三甲伫地，到伫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祝歌。
天甲白倒。平安礼，请咱即是起立请安，用心看记主，愿你平安。